驸马，你的意思是爱查家去求武侯挂帅出兵？是啊，公主，你捌甲我讲过，你的伤就是予杨延昭甲你刺伤的，你应该趁这个机会挂帅，本宫才为做你的马前先锋，咱同齐来去抢拿杨延昭啊！驸马，自从金沙滩大败杨家将了后，兵权就一直由铁镜伫咧接掌，而且查家已经也有2个月身孕啊。所以我毋才想讲，应该由铁镜出兵，这是应该啊。公主啊，要掠杨家将，这毋是小可的代志，应该由公主你出马毋才对啊。驸马，我甲铁镜是同胞的姐妹，阮2个人何必就去计较这呢？公主啊，我要来去甲萧国夫探病，若有代志，你听候我若倒转来，咱阿某才过来讲。公主啊，你甲既然无要去九龙国，那安尼是毋是予我拜托，赵母后，予我甲铁镜会当即将税款来去擒捉的杨延昭？驸马，莫非你想要入宫？我劝你毋免心急，听候咱的大军若是攻打中原了后，自然你就有入宫的机会。所以我才想讲，这摆也是予铁镜去好嘛。公主，这一摆我若无去九龙国，绝对袂用的。念在夫妻之情。叫公主你成全。驸马，紧起来！驸马，你若无答应我，我绝对唔起来。你如此的坚持哦，是为何？莫开的意思哦，为咱的脚步。心意的公主，你全猜错，铁镜讲起啊，要做的良道。我明你的所诉，讲上真，你用情对因，为何讲出来实情，你无怨恨，只为要解救杨的大人。什么啊？你想要救伊杨延昭？是。驸马，这件代志若是去互武侯知影，你咱2人就免想有要活命。就算讲你有做过杨家将的部属，你也不应该讲冒这么大的危险。这我才唔答应。公主，我毋是杨家将的部属，我是四郎燕飞。你就是燕飞，武侯特别厉害的杨家将，竟然咧伫我的身边，我绝对无料你。公主，公主，妹子，小等，公主，你就是武侯特别厉害的将员，我今仔日绝对无料你。看到我，公主，放手啊！公主，我虽然是重犯，但是我也是你的红婿啊。
你是不是会当原谅我？这个代志，你应该早就爱甲我讲，不应该无骗我遐尼真久。公主，我当初唔知影你这么明理，这么贤惠，我哪敢讲出我的身份咧？代志已经都过去，为着咱翁某的感情。为着腹肚内未来的囡仔，这件代志我袂甲任何人讲，请父妈你放心。感谢公主。也若落地，公主，你应该向你的母校请旨，会当赐我甲铁镜，接掌岁印，去甲我的九龙宫。我就有法度通救落地啊！公主，你现在已经知影我是杨氏咯。燕娇叫你就是四嫂，你敢目睭金金，加快死在伫迄个辽兵之手？驸马，这件代志。我实在是无能为力。我若救杨大佬，是要怎样对得起母校？我如何对得起大辽国？我的良心的一世人都袂安。你讲良心的不安，何不回上金沙滩？兄弟不安所。万所参是心何安？两国交兵在我台，孤苦机子怪谁来？杨家中家正惨败，问你如何心宽怀？是你的红婿，你无要救伊落地，你目睭金